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月22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中国籍快艇并船的事件，因为接获的过程无录影，所以引起真大的争议。这2个活落来渔民，因就讲这快艇就是互咱海巡署甲弄甲并过去。咱海巡署是解释讲，这是中国的快艇为着要闪调查雄登月，才去弄到海巡的船，毋才会并过去。海巡署阁表示讲，这种细只船其实本地就无互船员炸摄影机，毋过未来为着要避免争议，所以会互船顶的人拢配一台摄影机，希望大家会当登到事件的顶头，互领导做大声。中国籍快艇挂开并船造成2死的事件，2名伤患者登去中国了后，煞讲是互海巡艇弄并船泼落水，海巡署离离，公出司法经过个公布4段无线电音档。目前有一艘 A 类高速前进，目前往北京岛前进，请柜台前往防堵。海巡署指出，在是登咧巡逻的 ACP 艇，12点52分接到通报，有中国快艇通过禁海制水域，到北定附近开始作业。CP 艇到了后，依照标准定检作业停驶。艇长迄当时也开启警示灯甲警报器，同时快速往中国快艇前进。21分外钟，会对着过程，中国快艇突然向正边驶翻，准备弄到 CP 艇正边头前，因为离心力造成反弹刷并船。做了一个甩尾，然后不断的碰触的过程，离心力的关系导致这艘陆基快艇失去平衡翻覆，马上开始展开一个搜救的动作。不过，执法过程无录影所证引起争议，海巡署强调，因为高速对流船身激烈海动，海巡人员爱高度专注维持平衡，造成负责搜证人员未当提出手架式摄影机所证。未来 CP 艇执勤人员会配挂密录器。根据我们配备的基准，那 CP 1洞51艇并没有配备密录器，所以同仁没有使用密录器，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这个案子没有收证影带，并不影响这一个责任归属的判定，因为还有相关的人证跟事证。对于中国渔民解讲，船防弄并，金门地检署离离发布新闻稿5点说明，其中一个人讲2船有发生烧弄，另外一个人是讲无感觉轰弄。新闻过程专程录音录影，2个人对于海巡队执行定数拢表示无意见。这2位都有经过海巡署以及本署检察官讯问而且本署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有全程录音。发生了不幸的死亡案件，这个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我们仍然支持这个海巡署继续执法。陆委会对事件表达遗憾，也过支持海巡署执法。海巡署也表示，114年会丢拨3061区密录器，115年到117年是逐年会丢拨240区密录器，让每一位执勤同仁拢有密录器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或者金门、厦门海峡伫个并船事件了后，即马是愈来愈紧张。咱的驻美代表余大雷就表示讲，中国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来改变台海的现状，互台湾新政府有压力。也若针对即个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白宫是宣布第13届的对台军售，内容就是Link 16系统的提升，对咱的甲外国共同作战的能力是有帮助的。美国阁宣布要为咱Link 16系统提升升级规划，进行通知国会听书。这是拜登政府第13届对台军售，也是台湾选举了后头一届，会增加台湾的通讯甲网络安全。预定拢总有400个美国政府官员，也有美国承包商代表会来台湾提供技术协助。总统府甲国防部感谢美国持续落实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主要会由美方就整合国军的直管跟情监侦系统的数据链路的升级，进行整体规划，以及完成部分优先升级的作业。那它传输的不仅仅是声音、影像、数据它可以传输很多即时的战场资讯，对于三军联合作战，对于跟盟友之间、友军之间
战情指挥讯息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系统。国防部讲，Link-16系统提升有助提高共同作战多项效能，建立军事互通性。外界认为会当大幅度强化国军远距离作战能力，增加战场的存活率。尤其是这届军售，互人当作美国有意强化甲台湾的联合作战。学者表示，美军会当提供远方目标证据，协助国军进行作战。俄乌战争已经用真济啊。北约国家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其实就广泛运用这个系统。那就是北约跟美国会把他们所收集到的俄军的高价值目标的位置，提供给乌克兰，由乌克兰的前线部队发动打击。国防部日查到11台战机6只强弹绕台，嘛查到中国23枚发射一粒运载火箭，而且未通过台湾防空识别区。不过两方局势紧张，为诺如断交到下晡503事件，一个金门快艇编准案，驻美代表朱大雷认为，中共在施压台湾新政府。They draw red lines constantly on a different line. And that is a concerning trend, including the one in Kinmen. 朱大雷表示，中国的红线一直改变，目的是伫改变台海现状，也甲透过诺如断交，触发国人选出中国无介意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台湾绝对袂甲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竞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来台湾访问，今仔日早起就去见总统蔡英文，甲咧要上任的赖清德参萧美琴。蔡总统是正感谢委员会重视台湾的防卫能力，也关心相当扣税的立法进度。也那美国方面，这众议员是强调讲，台湾就是自由甲民主的典范，希望台美关系会当愈来愈进步。You're going to leave office soon. If you want to try your hand at American politics, the people of Northeast Wisconsin would welcome you. As a Democra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h, okay. 讲笑要邀请蔡总统卸任后转往美国政坛，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蔡总统特别感谢这个委员会重视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佮持续关心台美相当扣税的立法进度，佮讲坚定支持台湾。Freedom will prevail if provided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willing to defend and advance it. And in light of that,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And today, freedom is under attack from 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and we need to be more vigilant than ever. There's a direct flight every single day from Chicago to Taipei. Sometimes you need to take the longest flights to visit some of your closest friends. 俄罗台湾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模范，希望台美的关系交流愈来愈稳健。访问团所来甲副总统赖清德以及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会面交流。集权或是世界的各项挑战，我会跟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女士，在520上任之后，我们会团结合作，也希望能够跟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团结在一起。伫午宴前的记者会，国内外媒体关心美国对台军售延误的问题也未解决。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建议，美国应该考虑伫台湾共同生产军备，来改善交会延误的情况。Taiwan could be a potentially great partner in the production of 155mm artillery. They can make locally, and that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necessarily stressing the supply chain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众议员拢总5人，下晡前往立法院拜会，是新任院长韩国瑜头一组接见的美国议员团。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Appreciate it. Captain, it's the best rank in the military. 访团一定伫台湾停留到24，甲南方相关部会就台美经贸、印太区域情势这重要议题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新北市深坑工厂大火的歹味是连台北市都闻会到。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早起，搁去视察，讲会来动发业者。针对这个歹味造成大家的困扰，副市长刘和仁伊是讲一定会来检讨，也会来扩大北台湾跨县市的通报机制。台北市也有开检讨会，蒋万安是要求一礼拜内一定要提出报告，希望市府的同仁都爱较加保咧，对一寡有异常的状况要有警觉，赶紧通报。新北深坑工厂大火，恶臭飘散城北地区，引起民怨，烧出市府处理消极。新北市长侯友宜日过去深坑视察，慰问深坑卫生所甲前进指挥所关心民众身体公布爽快。根据卫生局统计，这个事件有5个人送医经过治疗，症状已经缓解。有出现呼吸道急促、胸闷、气喘。
就可以到就近的深坑卫生所，以及到新店更新除剂台北市的万方医院来就诊。那我们卫生所呢也主动的电话呢关怀我们有90位的长照的个案在那2个里，那他们呢目前大概有3位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咳嗽的状况，其他都没有症状。针对事故环境甲责任归属，副市长刘浩然点名工厂有违法责任，有疏失就会追究严办，强烈监督改善。伊违反公务法，相当会当罚工厂500万。另外，空品检测、副法厅甲大学生的检测数值拢是0，也毋过恶臭煞互民众感受落差大。各家部门对外说明慢一步，刘浩然特别讲需要改进，也提出会甲品草所合作，佮扩大甲台北糖园家人跨关系的通报机制。我们有闻臭师。其实我们有这样的编制，未来我们都会纳入我们在救灾时候的参考，尤其是工厂性的火灾台北也受乌烟恶臭影响，市长邱万安也是在文山区公所为民监察工作人员强调爱强化联合作业，提高警觉，互相提醒对象处理，不容易发生只顾家己无管别人。宁愿捞过界，不要3不管；宁愿大家多管，而不要少管。简单来讲，就是在工作上面。大家要鸡婆，尤其是区公所。北市府也召开通报机制检讨会议，周万安要求1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对以上灾害未完的事件，下令做到复习通报。每一个机关拢会检讨，零组层级也无设限，爱处罚的就处罚。记者综合报道。这则意外消息，这是台电的工程人员今仔日早起9点左右，伫咧彰化河边咧处理电火条的时阵，结果人无细离去，互这个高压电电到，全未喘气，阁无心跳。加在伫咧抢救了后，落尾是有成功甲救回来，目前还阁咧治疗。那这劳动部这案事，伊嘛派人去稽查，初步了解，就是这个操作的时阵有过失，那照这案罚相当会罚30万。台电工程人员当伫高空车顶作业，暗过雄雄传出真大声音，阁逼出火星。这个工程人员当场电一个失去性命迹象。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接着持续 CPR， 然后过程当中 AED 电击1次。目前心跳、血压是有恢复正常，不过意识不清啦。好在这个工程人员紧急送医有救倒转来，目前也搁伫观察治疗。2日早起差不多9点，30多岁姓纪的台电工程人员，当伫彰化河尾这个电火条加装保险丝的线路开关，暗过好亲像这个过程有疏失，致使电到，附近的民众嘛踹一个。砰一个真大声呢，我就讲电源总失去啊！这支电火条出现明显小过分热，台电人员会同劳动部这案事查这个原因，初步判断好亲像是外口保险丝的开关保护挂无安装完成，工程人员阁无弄绝缘手套，阁有时间才会致使这个意外。绝缘手套脱掉的状态下，又去做这个电气作业，那因为这样子而发生感电的事故，治安法的规定是要在你要做电气作业要穿戴防护具的。那他在没有防护具的状态下做电气作业，那这个当然会违反到治安法的部分。检察员表示，依照现况判断，已经违反这案法，上济会罚30万的罚款，会依照实际的状况裁罚，嘛要求台电爱加强标准流程甲相关人员的安全训练。记者综合报道。伫苗栗有一座自行车道号做铁道绿龙，对苗栗火车头开始算这全长有2公里遐尔长。也毋过最近所有民众反映讲，暗时伫遐骑脚踏车的时阵，煞踮咧路口去弄到违炸，怀疑就是车道的电火无够光。苗栗县政府是表示讲，会伫违炸的顶头来填反光的线，也会设告示牌，希望讲会当避免这款状况。半暝啊，民众骑自行车摔倒，当地朋友从过程翕落来，发现原来是弄到自行车道路口的模拟行车道。在这里，注意这个哦，因为小弟刚刚在这边骑脚踏车的时候，小摔了一点啊，有点破相了啊。意外发生伫苗栗市的铁道绿龙自行车道，为了防止汽车进入设有车洞。日时等到现场视线无问题，也毋过一到暗时，路顶开启时间只有伫尾仔5点到暗时10点，而且定做4块位有生甲真浓的路树惹到，其他民众也感觉光线伤暗。就是其实跟外面的环境会比较暗一点，是因为这里看过去其实树下他们都没有灯，
然后树晚上又更暗，就会造成那个更暗的效果。在这车组让它再缠一些标线，一些反光标线，让它看起来晚上比较容易更清楚啦。一样是5点到晚上10点的开放时间。那我们会在绿廊的头跟尾加一些公告、一些说明。主管机关苗栗县指定处理的下昼到现场会勘，表示下伫自然车道入口所在，景色明显过是白，过伫车洞顶填反光标线提醒车友。另外，电影建议延长路顶开启时间是爱搁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交通违规开始记点，部长王国材就表示讲，即马因当咧研究即个记点的新制。那准即个罚款是伫1200块以下，就袂来记点。针对这项措施，台北市计程车司机即个驾驶工会大家拢真肯定，也毋过行人路权团体煞跳出来讲，这政策无应该改来改去。去年一个台南查某囡仔过人行道不幸，互人弄死亡，引起外界真侪要求交通改革的声音。毋过去年6月30日，交通违规记点新制上路，又搁引起职业驾驶的抗议，互交通的政策这几个月伫行人路权甲驾驶生活权这两边一直伫调整。最近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当地研究交通违规细罪无记点。如果我们只针对的不断的是针对单一面向的处罚这件事情，事实上它并不会去让道路交通改善这件事情它有明显的往前走。12以下违规，包括驾驶的时阵使用手机反向行驶、路边违停、变换车道、无拍方向灯等等。路权团体发现，去年1月至11月，交通死亡的人数达到2759人，严重事故的件数甚至阁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批评交通部毋但无提出长期的工程规划甲交通政策，即马甚至阁想要行倒腾的弯路。汽车现在比较会体谅行人了，有没有感觉到？好。稍微开始萌芽这样子的行人的意识，居然交通部长想要走回头路。我想，如果大家对于个别项目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危险的，那我们觉得可以对于罚款的部分来做调整。那这个会在我们这次提送立法院的处罚条例的版本里面，也可以由3党的这个委员来做一些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伊理解双方的声音，不过即马就是有细罪无法这个精神，希望会当得到平衡，伫52新内阁上路前会当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警察局伫11个所在加设科技执法，即马1个月的劝导期咧要结束，明仔载2月23开始就会正式来开罚单。警察局是表示讲，伫即个科技执法开始设置了后，即去年发生事故的比率就比前年还阁减20%，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在等旅客的车主，毋若车停在红线顶悬，车顶嘛看无人影。这是台南高铁临时载客车道，因为吊车停足久，定调咧。提出者设科技执法来处理，就算1个月劝导期，嘛是袂少人照常违规。即阵23开始，台南新设的科技执法就会正式开罚单。在地民众有无共看法？有人认为市府爱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才妥当。最好是卖啦，因为无你就爱拣时段啦，就讲上下班时段啦，还是啥物话，你若普通一般就对啦，你就无重要的时段就对，你根本都方便就好啊。蛮赞成的啦，对，因为这也可以减少人力嘛，然后也可以有效的去管制这个车流。除了对酒停的违规车辆加强劝离的以外，那这段期间我们总共取缔了13件。镜头刷来，永康中华路甲中央路口，这是110几年科技执法开上济所在。主要因为车流量大，人口嘛较济。经过警察局统计，去年科技执法拢总开9万多张，罚金计共超过1亿外。确实，去年事故比率平均年降20%。这个警察局嘛加增加11个所在来设科技执法，各路段执法项目嘛拢无共款。选择伫大一路口去做科技执法，其实拢会根据咱的依肇事路口的高低啊，甲伊的违规特性，袂讲为着开单来做开单的动作，因为就是要为着降低这事故的发生。另外有民众烦恼讲，科技执法敢会有开唔到的情形？警察局回应，因后台拢有人工会去系统做审查，确定违规的事实才会开罚单。警方也是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再发生。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
拜六就是上元暝，各地头拢有举锅仔顶甲食圆仔的活动。伫中华花坛的文德宫有全台湾唯一的银灯牌，这灯牌制作嘛是活动的重点。在地的白沙角社是逐档拢有来参加这个创意灯牌的制作，互学生会当认捌在地的特殊文化。远远看，亲像一只船仔，顶面有一只龙，下底用锅仔顶组成。这是学校师生用创意做出来的灯牌。中华花坛文德宫有全台湾唯一的元宵节银灯牌活动，在地的白沙角社逐年拢会参加创意灯牌的比赛。全校师生总动员银灯牌去福德宫向福德老爷行礼。我感觉足热烈的，因为银灯牌是阮花坛遮特别的活动。自细汉甲爸爸做伙出去啊。就大概元宵节拢会带爸爸出去，甲别人赢灯牌。囡仔会知影灯牌的制作过程，甲参加咱民俗的活动，对咱地方的感情有凝聚力会增强。文德宫料定一座一座的灯牌，大家拼创意，同齐参与地方的传统祭典。今年的银灯牌活动为旧历正月13开始，连续3天，由第年炉主甲头家轮流伫庄内了敬祈福。每年的正月20会伫文德宫个跋杯，3庄落去轮啦。阮这边3个村就是中沙、白沙甲文德村，炉主行15，2个头家行13甲14安尼。白山区文德宫银灯牌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伫2008年登录做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最近这几天，庙方嘛有举办摇卖菜、创意灯牌比赛等等，希望透过活动，让这项传统文化继续传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看这俄乌战争拍到今已经连绵2冬啊，煞拢拍无一个结果行出来。欧盟国家进行民调，讲干那无到10%的欧洲人相信这乌克兰会拍赢。大多数原来是认为讲这双方有可能坐落来讲和，这可能性是较大的。另外，在援助经费方面，这受到以哈冲突的影响，联合国今年干那会提供10%的资金给乌克兰。无人机飞到天顶，伫空中监看战区。俄乌战争历时就要满2冬，却完全无停战的意思。乌克兰军情有关伫前线坚持，反抗俄军的攻击。На цьому, що взяли Авдіївку, це не закінчилось на цьому. Вони далі штурмують. Далі за Авдіївкою наступні села і,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що там ще у нас? Мирноград, як великі міста, і Покровськ. Тому, да. 俄乌战争战未停，国际社会最近一直呼吁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抵抗俄国的攻击。不过，欧洲重要智库德国批评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对12个欧盟国家做民调，只有不到10%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在战争内底赢。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受到美国国会拖衰对乌克兰新的援助的影响，对俄乌战争未来感觉较悲观。平均20%受访的人认为俄国最后会胜利，37%认为战争会在妥协之下结束。超过70%的人认为欧洲应该推动俄乌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匈牙利、希腊甲意大利的民众是毋望推动支付接受和解协议。另外有41%欧洲人毋望增加也是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也毋过只有1/5的人毋望欧洲去填补美国撤回的资源。这嘛，互联合国今年当总着的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只有需要金额的10%。We have, for 2024, launched an appeal for $3 billion, which is less than last year. We have right now about 10% of that. 联合国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布朗表示，2024的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严重不够。如果会有850万名伫战区生活的乌克兰人，有可能无法度摕到包括食物甲水这基本援助，嘛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听到乌克兰议题是愈来愈无感觉。公视新闻台是朋友。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全球有超过3亿个人有忧郁症的困扰。医学界最近是正在研究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治疗帕金森的方式来帮助忧郁症的患者。简单讲，就是用这个电流来控制脑波异常的信号，测试的效果要阁袂歹。My famil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depression specifically.
My parents actually both took their lives before I was 30. 美国妇女霍伦贝克长期因为重度忧郁症真痛苦，所谓药物甲电疗用的电疗法 ETC 拢无明显的作用，到尾选择实验中的侵占脑部刺激法 DBS， 伊伫精神的状况下接受手术，互医师甲电极放入大脑较深的所在。忧郁症发作的时阵，脑波会无正常活动的位置，经由配合电线连到胸坎放入去的控制设备，持续发出微量电流刺激，也会当随患者情况调整电量，阻断负面情绪的信号。Very, very simply, DBS,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s a pacemaker for the brain. 霍伦贝克是讲，侵占脑部刺激对家己真紧有效，身心沉重的负担感降低，袂阁生活无趣味。目前持续配合药物的治疗，嘛定期甲控制器记录的大脑活动回传予研究人员分析，这有助了解患者复原的模式，也甲忧郁症发生的时阵脑波状态。专家透过问答、录影甲肢体活动，分析伊的面部表情、动作、讲话声调，明显看出治疗了后的进步。To be able to look forward to things. So, thinking, okay, I'm going to go to this thrift store at 4 o'clock. Oh, that's fun. That's exciting. Well, what's near there? Is there a cafe or a cool restaurant? Like, these things wouldn't even be on my radar with depression. They wouldn't even be possibilities. Now it's like not only am I doing those things, but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m, and I'm planning them, and I'm enjoying them. 深脑刺激疗法较早已经应用伫治疗帕金森氏症，也甲忧郁这个疾病。真侪早研究人员当地测试，该用伫忧郁症的治疗。2022年的一项研究，讲做 DBS 治疗忧郁症的平均缓解率是60%。美国 FDA 承诺会加紧评估，伊家也希望这项新的疗法会当真紧得到批准。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国内消息，这是屏东县议长周典伦，伊涉嫌伫总统大选期间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买连书书，去年底去互法院甲裁定收押交单，即马检方是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来提起公诉，建议法院甲判重刑。也那法院伫尾暗时是裁定周典伦搁延押3个月。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伙参拜，屏东县议长周典伦伫总统大选、国民党初选的期间，同样是郭派人马。去年12月底涉嫌替郭台铭买连书书，被屏东检方搜查了后，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交单。检方20日宣布终结，对周典伦提起公诉。2日下晡移送屏东地院。其贿选行为戕害民主政治之正常发展。以金钱影响联署及选举之行径，实非足取，且否认犯行，难任有悔悟之意，建请法院从中量刑。根据了解，周典伦去年9月头尾拢总交500万予潮州镇长甲4单的职员，只是因用鸟出的方式找人帮郭台铭联署。了后4单的职员找到伫公庙做董主的一对翁仔某，拜托因买连书书。黄姓及潘姓被告应允后，即以每份联署书200元之对价，向黄姓民众等多人邀集联署。检方照相关的事情认定，周典伦等5个人拢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周典伦因为否认犯刑，被检方起诉，建议严格判刑。其他4人因为承认犯刑，原起诉3年，爱纳10至50万不等的原起诉处分金。政治的这样子的介入司法，让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社会是让我们感到遗憾、感到失望的。周典伦去年底被收押禁见的时阵，伊的第2查某囝周家琪等和南洋的议员捌出面抗议。即马总统大选结束，买连书书的事件却搁咧继续。周家琪表示讲尊重司法，嘛希望会当较早看到因老爸返厝。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竞选期间，要提出桃园、新竹甲苗栗大设局的计划。行政院今仔日通过要来做一个产业园区，因的目标就是希望讲未来4档会当带来台票6条的效益，嘛增加14万的工作机会。串联土地苗科技龙带，起造产业生态圈。行政院会22日通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选举期间所提出的土地苗大设局计划，有计未来4年会加14万的工作机会，6条的产达。桃竹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科技廊带，那同时它还有
这个桃园机场跟台北港哦，所以有国际物流的趋势。虽然它的面积只有台湾的10%，可是它的产值是台湾的1/4哦，接近10兆元。国发会公布4大策略，包括亲近在地前瞻技术驱动全产业创新，强化深科技新创发展，配合在地需要延揽甲培育人才，含优化园区建设起造科技农台，要用新科技来带动产值，打造土地苗科技农台产业生态圈。有计增加7个科学园区、52个产业园区，比如龙潭园区扩建南顶。国发会嘛强调，土地表大溪谷计划是国家的战略考量。桃竹苗大溪谷推动计划的我们国家战略的考量，先进国家都积极的布局这个半导体，我们觉得有必要加强力道，来巩固台湾在半导体的竞争优势。高新贵表示讲，已经规划3重落手江水网，从水库到新竹的连通港。建置土地再生水厂顶，确保土地苗区域供水的稳定，佮配合电力的供应、交通网络、医疗、员工大学甲教育这些配套措施，来打造永续产业之路，吸引国内外人才。计划2大重点，若要强化特考外溢效果，确保半导体滚流台湾，嘛要利用台湾半导体的优势，结合新形式的 AI 甲晶片，来带领土地苗产业的转型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公布传统表演艺术保存者，伫南管的领域，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陈燕珠老师，伊互人认定是南管的保存者。这个陈燕珠老师，伊接触南管已经有1甲子的时间，伊的演唱甲演奏嘛拢真有艺术性。新闻就带大家做伙来欣赏伊的表演。那大比伯那用南管特色专辑曲唱出这条钢管段乐，陈燕珠老师就是文化部认定南管音乐重要的保存者。陈燕珠老师伫细汉时阵看电影，听到南管音乐就有兴趣，大汉拄到张宏明老师就开始学，到今已经60多档啊。老师上厉害就是唱曲，爱摕pitch板是哪唱哪拍节奏，真有传统的韵味。传习伊的水谱曲拢是爱较大套。较大套迄有当时啊，真正足困难学，非常的珍贵，真正爱好好来甲保存，会当有接棒的人，有当有咱较少年的一代来甲咱连续落去。南管音乐是台湾重要的传统音乐，用唱曲的人摕pitch唱曲、比白领奏，拢总是歌舞的表演者。老师讲，南管音乐表演位置也真讲究，以唱曲的人为主，倒边是动小甲二弦，这边是比白甲3弦的表演者。演奏过程中，家己甲旋律的配合是真重要。因为南管吼，咱一个字拢有当时看真长，你若叫无清楚吼，人就毋知听你咧唱啥货。所以本来南管本身就是无介好学的物件。陈燕珠老师讲，伊的文师张宏明老师过去也登录做南管音乐的保存者，可惜张老师已经过身。陈燕珠也正做文化部登录南管音乐唯一的保存者。即马伊伫台南高雄积极团结，毋望南管音乐的水会当永续流传。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嘉义台东技术学院学生去德国参加4年一摆的奥林匹克主持比赛，去摕到4块金牌、1块银牌甲2块铜牌等等的好成绩。其中有一个视力较有障碍的学生王苗益，虽然讲伊的目睭看无啥会清楚，也毋过伊骨力拍拼，落尾是摕到金牌。每一个物件拢爱放伫目睭前才看会到。视力存无0.2的视障生王苗益。2月的时阵参加德国4年一届主持比赛，摕到烘焙金牌。伊讲因为目睭的问题，拢爱比别人加用几倍的时间。是从小就有那个黄斑部病变，对，所以从小就是会看比较不清楚的，这个东西都很精细，然后所以会比较吃力。做大概1-2个小时，眼睛就会开始酸痛，就可能需要休息一下。除了王苗益以外，嘉义市的台东技术学院伫这届比赛当中，计共摕到4块金牌、1块银牌、2块铜牌，甲2个佳作的成绩。学校讲，学生结合因本身的生命记忆来创作，第一届参加就有这个成绩，真无简单。家里是做茶具类的，然后我和老师讨论出来，想说就以家里来做这个作品。因为阮兜
常常带我去庙里拜拜，然后祈福，然后我看到外口有宫灯，我感觉就水的，我要做这个宫灯。这届参加的学生啊，全部都是第一次去参加这 A 级的国际赛事啊。A 级国际赛事呢，就是悉尼在举办一届安尼，所以他们很多都是这一次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子的国际世界舞台竞赛。学生讲，这个比赛4档举办一届，所以大家拢真拍拼，想要到最后会有较好的成绩。虽然学校今年8月了后特别退场，不过真欢喜有这个机会甲成绩。会当伫最后这段时间，替家己甲学校争取公认。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昨晚有一团对台中出发的旅行团，拢总有18个人去新竹的 Sumaguz 看樱花。也毋过，因家己对台中买来的这个俗芳糕甲努力饭拢食落了后，煞有13个人走北，哪像就是食物中毒。即马食安处已经开始咧调查。身体无爽快的患者，居伫咧路边，有的表情真痛苦，有的甚至倒伫路面，连行路都无法度。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救援。毋过患者人数实在伤济，连急诊室都无用袂来。即阵来自台中的旅客，敢若伫前往新竹旅游的过程当中，发生食物中毒。这个旅游团他们的一个餐点呢，都是由台中市的一个外带餐点，那并没有在我们新竹县用餐的一个情况。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有采检粪便的一个送验，那检验呢还等待结果出炉。即阵来自台中的旅行团，拢总有18个人，2月21去新竹尖石的 Sumaguz 看樱花。毋过下晡煞陆续发生走北的状况，其中11个人状况真严重，坐救护车就医治疗。新竹县卫生局追查发现，旅行团早顿是食俗芳糕，中昼顿是食努力的饭，拢是伫咧台中驻文的。那我的研判就是说哈，因为昨天天气热，那海苔卷饭里面有抹那个沙拉酱，那可能是天气炎热，那沙拉酱变质所引起的。台中市食安处2月22去提供早顿甲中昼顿的2个点头稽查，发现有部分欠点，已经要求业者今仔日开始暂停作业，一直到改善完成。部分食材未覆盖与未离地放置、墙面脏污等缺失。另，饭卷业者现场器具未保持清洁，部分食材无效期标示。台中市食安处已经采用送验，报告上近2礼拜后就会出来。若检查到病原菌，会照食安法上当罚2亿；若甲人体检查到的是同款的病原菌，也会照食安法第49条送司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顺的黄昏市啊，已经开20多档，不过即马煞传出要甲收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主雄通知，讲3月初5就要甲这个土地收回去。即马市啊内底有60几个业者拢无法度接受，希望讲业者的这个地主会当赶紧出来解决问题。一透早就摊商来款了，等待下晡时啊，市场开市，这是大顺的黄昏市场，是在地人买菜好所在。不过即马摊商率先接到通知，地主伫3月初5要甲土地收回去，要求摊商拢搬走。有摊商已经挂红布条，宣布2月底要刷到北规。知影黄昏市场要关啊，大家拢足唔甘。无所在通去做啦，啊！你讲换去办位吼？嘛毋知有好有歹，毋知影。阮只过年岁过70外岁啊，要搁做一个所在无地找啊。这个市场吼，阮来讲是足方便的啦。啊，你等于收起来，一寡老伙仔无时啊要对买。等于你若讲要早市啦，你坐轮椅你嘛无方便。大顺黄昏市场附近有病院、徛街阁有轻铁，所以这几档地价是愈来愈悬。市场管委会主委表示，地主去年就将土地卖予建商，因为民国82年向地主租地较大，内底建设也开袂少钱。进前地主拢无先通知，即马就要求3月初5进前爱搬走，连补偿也无。60几个摊商根本就无时间通好准备。会使卖，但是吼地上钱我去吼，爱过来大概协调一下，哎呀，咱的诉求是安尼尔啦。经发局目前已盘点周边市场空摊，提供与每一摊商进行安置媒合相关作业。市府经发局表示会协助安置摊商，主委表示是真无奈，也烦恼摊商要安怎生活。即马也搁咧等待地主建商来沟通，毋望协调出合理的结果。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新德县德北的豆仔埔溪最近有民众发现这个溪水受到污染，经过稽查是发现是附近一个工地排出红毛头的垃圾水，所以环保局就赶紧要求业者要来停止排放，改善溪水，也讲会依法处罚。黄色的污水对水管排入溪水内面，水面上阁会当看到不一站白色的泡。住在附近的民众讲，原底清气的水质，即马完全变做另外一款模样。花花草草都还有鱼啊，都看起来都好像没有朝气一样，水质都已经变了。对于我们整个豆子埔溪的河川包含鱼类呀这些的养殖生态都非常的危害的非常的严重。新德县德北市豆仔埔溪最近有民众发现出现大量的垃圾水，环保局派人到现场稽查。发现原来是附近工地排出红毛头污水所造成，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止排放。就是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的一个规定，如果说民众有发现污染的话，那我们去看，那确实有这个污染的那个状况的话，那我们会叫他立即停工改善，然后三天内改善，那并且那个依照行政处就会后续就依照行政处分来做罚款。环保局表示，有要求业者甲豆仔埔溪恢复，而且会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处3万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后续也要求业者完成改善的动作。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宜兰今年寒人的雨水有较少，所以亲像头城的港澳溪是规个拢打起，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也毋过，嘛有公民团体跳出来讲，这溪水打起，其实嘛甲大家乌白杂水有关系，所以呼吁公部门要赶紧出面解决。溪底拢雨草啊，勘得完全无水，因为今年寒天宜兰雨量偏少，河北少野溪断流，头城港澳溪搁较是完全枯涸。过去宜兰寒天总是雨落袂平，今年有反常。在地人讲，自细汉到大汉，毋捌看过港澳溪伫寒天无水。那伫寒天的时有东北季风的时咱港澳溪水拢算毋捌断啦今年比较反常。港澳溪无水，冲击附近的农业甲民生用水，这当毋雨水灌进来。根据宜兰气象站观测，宜兰今年冬季雨量确实是比往年少。像今年1月份，头城观测站雨量只有23毫米，是去年209毫米的1/10。加上去年热天无风台，水源不足，才互野溪枯竭。去年11月、12月跟今年的1、2月，有比往年平均值少，但是不是绝对的少。也毋过有公民团体认为，野溪断流甚至枯竭，甲烂沙坝兴建、长无管制民间杂水拢有关系，这严重破坏溪中生物的生态地，公部门应该重视问题。我就讲说会断流，会没有水，就是2个原因嘛，最大2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些烂沙坝不爽空是一个就是中间取水是地表水目前没有水的原因。那其实这主要的来自于。野溪本身的特性，它并不像一般的长流水常年有水。县政府回应，野溪本来就袂当年有水，雨量大减少，就可能会枯竭甲断流。民生用水的取向，甲烂沙坝毋是主要因素。宜兰过去以水资源丰富出名，即马却因为气候等因素出现欠水情形。安怎伫水资源利用甲环境维护之间取得平衡，正做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际册展即马是当咧举办，其中注心即个台湾文化甲台语文的出版社简话出版，因逐工拢会来办讲座，邀请专家来讲甲台湾文化相关的知识。另外，这出版社也表示讲，近年呢，这台语文的册伫即几档起草是真好，销售量会当讲是翻倍的成长。伊怎为海神变做是水神，控制雨水的水神，刷到伊怎变做？守护咱全部的农业是，再来进一步，你看足侪人生活内底各种的疑难杂症，拢会去找妈祖。台湾妈祖信仰兴旺，北港妈甲新港妈是同人知。不过因为本港天后宫电起，才互两个所在的妈祖信仰发展兴旺，只是侪人较唔知的台湾文化历史。民间信仰内底真重视香火，所以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的香火爱去找到一个起源地。本港天后宫后来算做讲迄个电起嘛，电起了后呢，有的讲法就讲伊是北港朝天宫，另外一个讲法是
讲是新港航天宫。当咧台北国际册展展出的展位出版社毋那卖册，也伫会场办讲座，互民众认捌台湾文化。展位表示，这几年参生活相关台湾文化类型的册是真受欢迎。我是老师，所以还有一些教学的需要，想说也让小朋友了解到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摸会到、食会到、看会到的物件，其实大家都就是愈想要去了解吼。像歌谣嘛是同款，吼你台语歌听遮济吼，但是洪一峰的故事你敢知影？自新出版台语文册的展位也发现，台语文相关的册这几年起草是愈来愈好。咱即马吼咧做台语文的册，拢会教有声册，就是讲你听无要紧，你就是放来网听，他甚至是讲咱甲真济有知名度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囡仔故吼，这真出名的故事，甲伊翻译做台语，这就大有一个兴趣。展位表示，过去台语文册一刷1000本，可能拢卖袂了。但是这几年台语文当时行，亲像台文版的出名小说《小王子》，就已经卖了1万本，这就是上好的证明。记者郭牛水台北报道。新北市明志国中的李宏彦老师因为台语教了真好，所以予教育局甲颁奖。这一冬来，伊嘛甲伊后生做伙来拍影片做 YouTube。那么，囝两个人呢是同齐来推广台语，对这个土地来奉献因的全长。你拢唔食，是要做仙哦？你莫看我瘦个薄板，我敢若无爱食肉尔。甜螺，我是足兴的呢。台语的甜螺讲的就是甜的点心，这是大学生李全林含做台语老师的阿母李宏彦做伙创作的影片。两人定用趣味的对答来教一寡较青分的台语。李全林讲，伊厝内拢是讲台语，看到台语的流失，感觉真可惜，毋望用影片来推广。我感觉台语是生活语言，毋是干那用来比赛表演，应该是日常生活沟通的语言。读册时阵拢无听过少年人咧讲台语，所以我想讲，是毋是爱甲即个台语扣转来？对，所以想讲，就算是遮尔困难，爱做剧本，也是迄种较困难的字，我感觉拢爱小解互即摆少年人来领。为着要让少年家对台语有兴趣，李全林的影片内底常常会写深切的道具。伊讲家己上大的心愿是要做演员，而且拄好伊和阿母两个人拢就爱演的，就叫阿母做伙加入。早顿无食迎出门，煮了就爱穿胶层，若啉咖啡免掺糖，要困就爱向眠床啊向眠床。另外，本身就是台语老师的李宏彦，那去年届学生伫咧全国语文竞赛拢摕到特优，今年嘛是新北市本土语言的职优教学人员。伊表示真欢喜看到后生愿意投入推广台语，伊认为这嘛会当摕来做教材使用。嘛足欢喜，伊对我这个老母有期待，会使甲囡仔斗阵成长，斗阵翕片，斗阵讨论，这是我感觉我足珍惜这款机会。李宏彦指出，母语伫生活中直直在流失，尤其少年家已经真罕见地讲，因希望透过影片会当引起少年家对台语的兴趣和对土地的感情，做伙甲台语豆豆扣转来。记者卢尚如、曾春游新北报道。接触动物对治疗忧郁症也会当有帮助的。伫英国就有一只山羊仔，伊是逐礼拜拢会甲上青的鸡卵送去人兜，4冬来拢无变过，真做是地方一个真有名的角色。也毋过，这2冬来因为这个山羊仔受伤，所以伊的主人决定要互退休，在地人拢真毋甘。Okay, here we go. 每礼拜5住伫英格兰牛丁郡这个村的苏老师，伊会牵一只叫做阿伦的山羊，为庄仔内的人送新鲜的鸡卵，4年落来，会当讲所有村民拢对阿伦真熟悉。Now you got some eggs for me today. I have. Alan, don't eat the sage. There you go. Thank you very much. Lovely. You're welcome. I've got some money. So you've got some lovely fresh eggs there. Yep, and Sue brings these on a regular basis. No, Alan brings them. Yeah, Alan. Correction. Alan brings the eggs. What do you make of Alan coming and bringing you eggs? Well, he eats my flowers for me and various things like that, and he's a real character. And well, I had a builder man here. He said, "I ha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He was just amazed. 苏老师本来饲羊仔是为着要生产羊奶甲起司，
酸油缸是送去屠宰场做成油啊，要毋过阿伦出事了后，伊决定将伊留落来，要毋过留伫农场就爱做事，伊为伊特别制作载物鸡，就安尼逐礼拜五阿伦就爱载2台鸡卵，行2英里的路4月去送货，会当讲是昨仔来上受欢迎快送完。要毋过误会阿伦2年前去马亚攻击受伤，苏老师拍算互伊提早退休，由其他的山羊啊接落去做。赶快互民众学到的也阁有伊比利半岛上特有含名叫做夏利的大山鸟。西班牙南部最近也放过这种鱼缸顶加一只乌毛当作狩猎的动物。当地的大山鸟因为偷拉垃圾甲生态的风侵占，伫2002年强要灭绝。经过有关当局的积极呼吁，2020年底大山鸟的数量突破1000只，目前受威胁的程度已经为极度濒危下调到濒危的等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载天气如何？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9度到19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